是你们杀的。契丹，给我拿命来！我的娘！我的娘！元山，保主暂亡。大哥，大哥！我的娘！我的娘！
快撤！撤！朝廷这帮奸贼通敌叛国的事，果然是真的了。乔峰，你又为本邦立了一大功啊！啊，帮主过奖了，这也是众位兄弟齐心合力的结果。来，谁还来？来呀！啊！听我说，没见过他饮酒，不知道他的海量。再斗下去，估计全帮的弟兄们都得被他灌倒了。汪帮主和马副帮主来了。众位兄弟可好啊？好。白长老啊，这位是我的夫人康敏。哦，马夫人。乔峰，乔兄弟。啊，久闻江湖传言，北乔峰，南慕容，我仰慕已久，只是无缘相见。今日有幸得见，真的是男儿中的男儿，好汉中的好汉。大嫂过奖了。乔兄，啊我不服，咱们再喝。好，哎，不用碗，咱们用坛子怎么样？啊！好酒量！来！再来一坛！我王建通年事已高，看来这帮主的位子也做不了几年了。可是这继任帮主，却迟迟没能够定下来。我和本帮的几位长老商议过了，想从本帮8代9代弟子当中挑选。
还挑选什么？乔大哥就是最好的人选，他当上帮主，大伙儿心服。好，兄弟们都推举乔峰，我也有同感。但是，本帮还有一件大事要办。这件大事，就作为对继任帮主最后的考验。乔峰，西夏一品堂已将天下4大恶人网罗掌下，现在正在急攻我云南分舵。你火速去支援，与一品堂的这场较量，就是你要经受的最后考验了。事情办得怎么样啊？遵照将军吩咐，本堂第一批高手已前往丐帮云南分舵，天下4大恶人已收下将军重礼，同意助阵。好，天下4大恶人拜会丐帮云南分舵。快，飞鸽传书，通知总舵。是。西夏一品堂，恶贼！我警告你，总舵已派乔峰赶来云南，你尽管将我们杀光，等乔峰一到，自然会将你碎尸万段，会给我们报仇的。老夫此行正是为了会会你们说的那个乔峰，他不来则已，只要赶来，就将他碎尸万段。是吗？败了。承让。让，我可不会。今日之后，我一定会杀了你。好啊，随时候叫。弟兄们，我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儿来，就是为了我帮新任帮主之事。我决定把帮主之位传给能使丐帮继续发扬光大之人。这个人履历奇功，人品端正，武功高强，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其实，
我看他也是众望所归呀。他就是乔峰。多谢众位兄弟，乔峰实在不敢当。乔峰这么多年为我丐帮赴汤蹈火，出生入死，他行侠仗义，光明磊落。我和几位长老已经考验他多年了。今天我就把这丐帮帮主之位传授给他。多谢帮主。好，来，一起来啊！来，好，来，干！好，乔兄弟，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，来，小女子我敬你一杯。多谢大嫂。我去敬你各位兄弟。哎，大嫂，小心呐！哦，乔兄弟真是海量，我再敬你一杯。多谢。哎，来了！来，大家一起来！来，兄弟们，来，喝！好，来，夫人，干了啊！好，干！哎，夫人，你去哪儿？我头疼，我想回家了。这桌子下餐酒，快！你还知道回来呀？你回来干嘛？你就喝吧，我看你能喝出个帮主不能？你今天晚上是怎么了？你不是头疼吗？我头疼没错，我是被你气的。你看你那个窝囊相，你就知道喝酒，可是你连喝酒你都喝不过人家，所以你只能做个副帮主。你说什么呀，夫人？你比乔峰先进丐帮，怎么乔峰倒越过了你，先当上了帮主啊？我问你呢。乔峰，乔兄弟为丐帮屡建奇功，他人品端正，武功盖世，作为帮主，众望所归，我也为他高兴啊！你还为他高兴？你真是个猪啊！我看你这一辈子都别再想当上帮主了。哼！哎，客官，您要点什么？随便来2个菜，1壶酒吧。好嘞，来了。客官，您的酒，哎，您的菜，请您慢用。小二，哎，那位爷的账算我的。好嘞。
启禀帮主，对方约定明日一早在惠山凉亭中见面。有点仓促了吧？属下本来跟他们定在3天以后，可是对方好像知道咱们人手不齐，居然话里带刺儿，说是要不敢赴约，明日不去也成。告诉兄弟们，今天晚上3更在惠山聚齐，咱们先到，等他们前来赴约。是。哼！这位朋友，请过来一起喝一杯吧。好啊。不知道兄台尊姓大名？何必明知故问呢？咱们俩先痛痛快快喝他几大碗，等一会儿动起手来，可就没什么交情可讲了。仁兄一定是认错人了，以为我是敌人。不过就痛痛快快这4个字，小弟先敬你一杯。你倒爽快呀！不过你这酒碗小了点儿。酒保，取只大碗，打10斤高粱酒。爷台10斤高粱酒喝得完吗？这位公子请客，不必为他省钱，10斤不够，咱来20斤。是。来了，倒满2碗。好嘞。咱们先喝上10碗，怎么样？好，小弟舍命陪君子。只是待会儿喝醉了，仁兄莫怪。好爽快，来。好酒，干！干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看你酒量不小嘛，有点意思。来，我这个人呢，酒量是因人而异的。酒逢知己千杯少，我这几天见的人啊，不是扭扭捏捏，就是尖酸刻薄。唯有仁兄称得上男子汉大丈夫。这一碗，小弟敬你。好一个酒逢知己千杯少，再来。好，再来，来，哈哈哈哈！老师，这算一算，我们喝了有40多碗了。你没喝多，脑子挺清楚的。我们呀，可以说是
半斤8两，要分胜负，恐怕是不太容易。不过呢，再喝下去，就怕小弟的酒钱不够了。好，来，咱们这就走，走。哎呀，多谢客官，多谢客官。哎，这位朋友，咱们比比脚力。好啊，来。姑苏慕容果然名不虚传啊！小弟姓段名玉，兄台，你认错人了吧？阁下不是慕容复公子吗？啊，小弟初次来到江南，天天听到慕容公子的大名，可惜一直没有见到。哎，刚才兄台自报姓名，可是姓乔名风？正是，在下乔峰。小弟是大抵人士，初次来到江南，能够结识到像乔兄这样的英雄人物，真是荣幸啊！哦，原来你是大理段氏子弟，到江南来干什么来了？这个，此事说来话长，那就慢慢说啊。走，段兄弟酒量好，为人也十分爽快，处处透着一股侠气。乔某识人无数，但真让乔某佩服的还真没有几个。哎，兄弟，我想与你结为金兰，你看怎么样？小弟求之不得。我乔峰，我段誉，今日一结金兰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大哥，贤弟。大哥，刚才小弟在松鹤楼听到，大哥今晚跟别人定下了约会。小弟虽然不会武功，但也想去看看热闹，不知大哥可否答应？当然可以，不过敌人出手阴险毒辣，贤弟自己可要当心呢。一切听从大哥吩咐。走。哎，贤弟啊，我看现在时间还早，不如咱们返回无锡城再喝他一会儿，然后再去会山。哎，大哥。刚才小弟跟你赌酒，其实是骗你的。我只不过把酒用内力从手指头逼了出去。大哥是真的喝了40多碗，我只不过用酒冲冲肠胃而已。哎，我说贤弟，你这门功夫是不是叫做六脉神剑呢？啊，正是。小弟刚学会不久，还不太熟练呢。是吗？哎，我曾经听我师父提起过，大理段氏有一门奇功叫做六脉神剑，可以无形剑气伤人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这世上真有这种奇功啊！其实这门功夫，除了和大哥赌酒、作弊取巧之外，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。哎，上次我被鸠摩智那个吐蕃和尚抓走，就还没有还手的余地呢。天下人对六脉神剑太夸大其词了。哎，大哥，我看酒会伤身，今晚你就别再喝了。贤弟规劝的是，不过兄弟我自小爱喝酒，而且是越喝越有精神。今天大敌当前，我要痛痛快快地喝他一顿，然后跟他们好好的周旋一番。走。启禀帮主，4个点子闯入大义分舵，正在那里捣乱。舵主怕抵挡不住，命属下请大人分舵，派人支援。点的是什么人？3女1男。那男子讲话蛮横无理。这4个人，你们就抵挡不住了？看来这酒是喝不了了。哎，贤弟，咱去瞧瞧去。啊，好啊，大哥，走。白长老，白长老，帮主有急事同长老商议，请长老速去。帮主现在在哪儿？就在湖边船上，请带路。是。
向兄，怎么你也到了？帮主着急说有要事商量，不知是什么要紧事，把你我都招来，该不是和西夏人的约会有什么变化吧？上去就知道了。行。二位长老，帮主已经等候多时了，快请上船吧。你先走。抓住他！抓活的！是。别动！别动！白石镜，你坐下。哎呀，二位长老得罪了。今天是丐帮吐故纳新的好日子，为了避免二位做出不明智的事来，只好先委屈二位一下。待会儿权某亲自向二位赔罪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如果二位企图逃跑，这里的几条船都装满了硫磺和柴草。我的属下就看在外边，稍有不对，他们就会马上点火。到那个时候，二位就不要怪我全冠清不讲义气了。少赔了。小人，放开我！我家慕容公子上洛阳去会你家帮主，你们丐帮的人却到无锡来了，这不是故意让我家公子扑空吗？这笔账怎么算？慕容公子跟乔帮主事先定了约会吗？定不定都一样，岂有此理！真是岂有此理！王姑娘，你也来了。是啊，我也来了。众位兄弟好，参见帮主。这位就是丐帮的乔帮主吧？兄弟包不同，想必你知道我的名头。原来是包三爷呀！久闻大名，幸会幸会啊！非也非也，我哪有什么大名啊？江湖上的臭名倒是有的，人人都知道我包不同一生爱惹是生非，出口伤人。不过，乔帮主，你怎么随随便便就到江南来了？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早知道江南包不同爱放狗屁，果然名不虚传呐！早听说臭屁不响，响屁不臭。刚才的狗屁却是又响又臭，是丐帮四老放的吧？知道丐帮四老来了，你还敢胡说八道？怎么，想打架吗？包三先生一生最爱的就是打架。你最爱的是斗嘴，爱打架的是我。风四哥，你也来了。我跟你好好较量较量。四弟，四弟，你觉得如何？没什么。四弟，四弟，
想车轮战吗？让我来会会姑苏英豪。四哥，陈长老，你还是先给风四爷解了毒吧。这人先向我们挑衅，而且武功不弱，救活了，后患不小。话虽不错，可是咱们还没有见到正主就伤他属下，总有些说不过去。咱们还是先礼后兵吧。马副帮主明明死在那谢慕容的手下，杀人就该成立。你先给他解了毒，以后的事慢慢再说。是。我家帮主仁义为先，这是解药。多谢陈长老，多谢乔帮主。请问长老，这解药该如何用法？吸尽伤口中的毒液之后，把解药敷上。毒液如果没有吸尽，解药敷上去有害无益。多谢。慢！怎么了？女子吸不得。女子怎么了？这蝎毒是阴寒之毒，女子姓阴，阴上加阴，毒性更增。三哥，你快别打了，快来救救四哥！我来替风四爷吸毒。大哥，让我来吧。服药吧，啊，快！四哥，多谢段公子。来，多谢公子救命之恩。小小事情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哎，我的性命在公子是小事，在我可是大事啊！还你解药。乔帮主仁义过人，不愧为武林中第一大帮的首领，风波恶十分佩服。过奖了。哎，今天我输了，风波恶甘拜下风。等哪天碰见了，咱们再打。今天不和你打了。自当奉陪。姓宋的，我来领教领教阁下的高招。四哥，不要打了，你的体力还没有恢复。有架不打，来呀，妄自为人。解打狗阵。布阵。风三哥、风四哥，快住手！丐帮的打果阵，你们俩是破不了的。
我再打一会儿，等真的不成了再住手好了。哎呀！手抢住三世，豹三哥，他左肘要创你胸口，右掌要斩你腰肋，左手便抓你的气户穴。这招叫沛然有雨。好一个沛然有雨！哎呀，王妹妹，你说的不早不迟有什么用啊？你早说片刻，也好让我有个准备啊。他出手太快，我又得想，来不及说呀。咱们今天打输了，丢了咱们燕子屋的脸。二位，请自便吧。乔帮主啊，我武功是不如你啊，不过我刚才输的不太服气呀。我想再领教领教。好，风爷请赐教。你这是擒龙功吧？世上真的有这种神奇的武功？在下初学乍练，让风爷取笑了。乔帮主客气了，风伯鄂这一辈子都别想打过你了。再会了，走。三哥，听说公子爷去了少林寺，那边人多，说不定有架打。我先去撩撩，你们慢慢再来啊！哎，告辞了。走吧，走了。技不如人呐，脸上无光，再练10年吧，又输个精光。哎，不打了。马夫帮主的大仇未报，帮主怎能随随便便就放走敌人？这次我们来到江南，主要是为了马夫帮主的大仇而来。可是这几日，我好好静心地想了想，杀害马夫帮主的未必就是慕容复。帮主有什么凭据吗？我只是猜测，并没有拿到什么凭据。不知帮主是怎么猜测的，属下都想知道。马夫帮主是死在自己的绝学锁喉擒拿手之下。当时我就想到了姑苏慕容，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。我想这世上，除了慕容复以外，再也没有人能使马夫帮主死在自己的功夫之下。不错。不过这几天，我好好想了想，里边另有隐情。帮主这么说，是有意开脱吧？传功执法2位长老呢？属下今天没有见到2位长老啊。张天祥，你们的舵主怎么没来啊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是不是已经把他给杀了？没有，白长老他好端端的，他没死。
这不关我的事儿，这不是我干的。谁干的？四位长老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本邦自我之下，大家都是讲义气的好兄弟。我们在江湖能有今天的地位，不光是靠了……啊，你现在知错了，还来得及。张全祥在。你带人去请执法、传功2位长老，按我的吩咐去做，可以减轻你的罪责。其他个人站在原地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准乱动。懦夫！群起一战，未必咱们就会输。可是你们，哼，谁都怕乔峰。众位弟兄，近些年来，本邦声誉日隆，大家都知道，这是乔帮主之功。乔帮主仁义待人，处事公允，大家拥护还来不及呢。可是有人居然猪油蒙了心。全冠清，你知罪吗？全冠清全舵主，我乔峰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众兄弟的事情？请你当面指证，不必害怕，不用顾忌。对不起众兄弟的事，你现在虽然还没有做，可不久就要做了。胡说八道！乔帮主为人处事光明磊落，你只凭一些道听途说的流言就造谣惑众，背叛帮主。全冠清，你自行了断吧。白长老，不必心急，让全舵主从头到尾详详细细的说个明白。连宋长老、西长老全都反对我，哼，人无完人呢。那乔峰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请众兄弟指出来。帮主，我想杀你，是我不对。待会儿我把自己这颗头割下来给你便是。既然帮主有令，全冠清，你说吧。马副帮主被人所害，我相信是出于乔峰之使。啊！你一直讨厌马副帮主，总觉得有他在一天，你帮主的位子就坐不安。胡说八道！我虽然跟马副帮主私交不深，但是绝无加害之意。皇天厚土，人神共鉴。如果我乔峰有意加害马大元，我愿受千刀万剐，身人唾骂。咱们到姑苏来找慕容复报仇，为什么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与敌人勾结？这3个人是慕容复的家人眷属，你加以庇护；那个人是慕容复的朋友，你却和他结为兄弟。非也，非也！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慕容公子，这3位姑娘也不是慕容公子的眷属。非也，非也！包不同，是慕容复手下金风庄庄主一阵风风波恶
是慕容复手下玄霜庄庄主，要不是你乔峰解围，他们早就被我们杀了。这些都是大伙亲眼看到的事实，你还想抵赖吗？不错，我是庇护了这3位姑娘，那是因为我顾及到丐帮数百年来的名声。我不愿天下英雄戳着我们的脊梁骨说，丐帮合力欺负3个弱女子。我丐帮自开帮数百年来，在江湖上备受人的尊崇。我们凭的不是人多势众、武功高强，而是由于我们行侠仗义、主持公道。丐帮和4大长老的名声，你不爱惜，众家兄弟可都爱惜得很呢。帮主，全冠清这种混账，不必跟他多费口舌，按帮规处死吧。全冠清能够挑唆这么多人谋反，我想肯定还有更重要的原因。众位兄弟，我乔峰的所作所为，有哪一点做的不对的？请大家明言。嗨，乔帮主，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吴长风没本事分辨，你还是把我杀了吧。吴长老，乔峰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这件事对咱们丐帮的影响太大了。万一要是传了出去，丐帮在江湖上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。我们本来想一刀把你杀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因为我刚才救了慕容复手下的2个人，你们就认为我跟他勾结？可是你别忘了，你们是谋反在先，我是救人在后。众家兄弟，我在来无锡的路上碰见了一位好汉。哎，你让开！你让开！你先让开！你先让开！你让开！你让开！好，咱们已经耗了1个时辰了，就是再耗2个时辰，我还是不让。你只要不嫌我担的这担粪臭啊，咱们就这么耗着。好，好，你肩上压着粪担，只要你不怕累，咱们今天就在这儿耗着。嘿嘿。你，老兄，跟我比耐心，到底谁赢了？你是赢了，那你挑着这副粪担，我空站着，咱们看谁输谁赢。说的也是啊，拿来。哎呀，给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就这么拖着，不换手，咱们在这儿耗着。谁要是输了，谁就把这担大粪全喝下去。过瘾，过瘾！这个人身上背泼大粪，要杀这个乡下人，举手之劳。可是他并不持计逞强。这件事是我亲眼所见，你们说，这个人算不算是一条好汉子？不错，是条好汉。可惜帮主没问他姓名，否则也好让大伙知道，
江南武林之中有这么一号人物。陈长老，这位朋友刚才和你交过手，手背上还被你的毒血所伤。是风波恶。不错，陈长老，咱们丐帮自居为天下第一大帮派，你又是帮中如此重要的人物，身份、名声跟那个江南武人风波恶不可同日而语。风波恶都可以在受辱之余不伤及无辜，我们丐帮的高手能被他比下去吗？帮主，教训的是我陈孤雁，知错了。风波恶是非分明，包不同潇洒自如，而这3位姑娘又是温文善良。这些人不是慕容公子的下属，就是他的亲友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众家兄弟，咱们自己平心静气的好好想一想，跟慕容公子相处的都是这些人，他自己能是一个大奸大恶、卑鄙无耻之徒吗？帮主说的有理，帮主说的有理，帮主说的有理。帮主，依你之见，杀害马副帮主的肯定不是慕容复了。凶手究竟是谁？现在还没有眉目。但是如果我查出来是慕容复所为，我乔峰第一个把他抓回来，替马副帮主报仇雪恨。但是，只凭胡猜乱想，错杀了好人，而真正的凶手逍遥自在，暗笑我丐帮无能。那样的话，既对不起错杀的好人，也有损我丐帮的威名。以后众家兄弟走在江湖之上，恐怕也会抬不起头来吧。帮主，咱们所以叛逆，都是误听人言。现在一想，我们实在是太糊涂了。白长老，你请法刀来，按照班规，我们自行了断便是。执法弟子，请本帮法刀。是。宋西、吴尘4位长老，误听人言，图谋叛乱，危害本帮大业，罪当一刀处死。大至分舵舵主全冠清，造谣惑众，鼓动内乱，罪当9刀处死。其余叛乱弟子各领罪责，日后详加查究，分别处罚。帮主，我吴长风对不起你，理当自我了断。只是我死后，希望你能够原谅了吴长风。执法弟子宋邦，且慢。帮主，是因为我罪孽太大，你不允许我自我了断。15年前，契丹人入侵我雁门关，宋长老得到消息以后，日夜兼程，不吃不喝，赶报军情。他累得身受内伤，口吐鲜血，最终大灭契丹狗贼。这是有功于国的大事。执法长老，宋长老功劳甚大，望你能体察，许他将功赎罪。帮主，待宋长老求情，所说本也有理，但本帮有帮规，叛帮大罪绝不可赦，纵有大功，亦不能赎。帮主，你的求情与帮规不合，咱们不能坏了规矩。
执法长老的话，半点也不错。他们既然身居长老之位，哪一个没有一些汗马功劳？倘若人人都追论旧功，那就什么罪行都可以犯了。帮主，请你准许我自行了断。罢了，我原起过杀害你的念头，也是罪有应得。你下手吧。帮主！乔帮主呀！你别！白长老，帮规中应该有这么一条：本帮弟子犯规，不可轻恕。帮主倘若要愈加宽恕，须流其血，以洗他人之罪孽，是不是？帮规是有这么一条，但帮主，你自流鲜血洗他人之罪，需想想是否值得。只要不违背祖宗的遗法，那就好了。想当年，帮帮主被契丹5大高手设伏擒获，并威逼我丐帮向契丹狗贼投降。西长老便乔装汪帮主的模样，甘愿待死，使汪帮主得以脱险。他是有功于国家和本帮的，本人非免他的罪不可。帮主！帮主，我跟你没什么交情，平时得罪你的地方太多，不敢要你流血赎命。陈长老，我乔峰是个粗鲁的汉子，我宁可去和低辈的1代、2代的弟子去喝烈酒、吃生肉，我这脾气大家都知道。但如果你以为我想除掉你和马副帮主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。你和马副帮主老成持重，从不醉酒，那是你们的优点。我乔峰及不上你们。去刺杀契丹国副元帅耶律布鲁的，正是我们的陈长老。陈孤雁惭愧，深谢帮主大恩大德。吴长老，吴长老。想当年，你一个人独守鹰巢峡，力抗西夏一品堂众高手，单凭你的济公金牌就可以免罪啊！拿出来给大家伙瞧瞧。嗨，都是私家兄弟，有什么难为情的吗？我那块济公牌。瞒帮主说，找不见了。怎么找不见？我那天突然酒瘾大发，因为没钱买酒喝，我就把金牌换酒喝了。爽快，好爽快！我佩服你。帮主啊，
大仁大义，吴长风这条命，今后就交给你了。谁再说什么，我也再不会相信了。帮主。全舵主，你还有什么话，请说吧。我所以烦你，是为了大宋的江山，为了丐帮100代的基业。可惜跟我说了你身世真相的人，魏氏怕死，不敢现身。你干脆一刀把我杀了便是。我的身世又怎么了？你尽管说来。我这时空口说白话，谁也不相信。你还是一刀把我杀了的好啊！男子汉大丈夫，有话就说，何必吞吞吐吐的？不错，姓乔的，痛痛快快的一刀把我杀了，免得我活在这个世上，还要眼看着丐帮落入胡人之手，大宋的锦绣江山被你断送给夷狄。丐帮怎么会落入胡人之手？我又怎么会断送大宋的江山？你给我明明白白的说清楚！全冠清，你说你知道我身世的真相，又说此事有关丐帮的安危、江山的设计，可是你始终不愿意把事情的真相说出来。煽动叛乱，一死难免。不过，我要把你的人头暂时留下来，等我查明了事情的真相，我再亲手杀了你。那么乔峰要决定杀什么人，亮这个人，他永远逃不出我的手掌心。滚吧！从今以后，丐帮中没有你这号人物。